写客文、签名、婚姻像菜园，接爱治理文、李文芬、国中铁高先生、苗栗燕客家人。本影片係用試驗強語音合成。一個熱發嘅下豬頭，我同幾個同事還有種告訴鄉下開會，就在會議外說棚嘅時節，有一個同事忽然跟先生講：我心肝頭當一隻結公婆20年嘅伴娘，好點講愛離婚。佢活出嘅生肖，本會議室臨時變到10點，佢接定講：我伴娘表面相愛是由無愛過本婚姻約束，唔想過本家庭牽連，想愛過親沙流沙嘅日嚟。講起亞兩公婆，喺啲讀大學時節就開始交往，兩個後生人相知相識。出社會無幾久，就簽署行入婚姻，鄉下面對生活嘅風雨。20年來，兩三人鄉下撐起一個幸福嘅家庭，經過眾多嘅艱辛同挑戰，一路以來都本人十分欣羨。望第一對子女進入大學聽聽，家伴娘撒盡風頭講：我想愛自家過日咧。無愛再同唔讀鄉下，同事講佢們唔結，按多年來，佢實忙打拼做頭路，無病了日，無寒暑假，耕田又耕鋪，做到兩頭烏，接莫也寫文章，出眾兼差，千般甜，萬般苦，每日等牙經過，而老到按樣獨實付出，為換來穩定嘅生活同家庭幸福。冇想到家伴娘撒結節講，我已經唔愛咧，雖然也下行鄉下生活，唔過佢兩撒嘅互動就像平行線咁樣，佢真經咩唔結講。做乜嘅我親愛嘅伴娘會變到按冷淡？仲告訴牽話講，公婆相吵無家呀，太太腳趾又講話，唔兩公婆鄉下20年，乃可能講團前組團，所以枕頭貼過外面看哪，因為有當到公婆啲結婚後，互相期望對方理解自家嘅辛勞同付出，卻唔記得去關心對方維持戀愛嘅溫度。經營婚姻就像治理菜園重要，天錯愛當熱去淋水，手錯還過作錯嘅，無事當家就愛菜糟蹋錯生食嚟。仲告訴沙定講，我伴娘係外國人，參加來台灣嘅幾年，因為生活撫恤同語言嘅問題，兩紮新人嚟都出世嚟，還係適應不了。我當日看見日結咧，唔係辦法，故所就叫佢坐下來參詳。後面我兩撒講好識無離婚，本伴娘在日本去生活。新人嚟出一撒吐一紮，做愛佢過到歡喜太重要，人生嘅路還暗長，天天嚟將來調整就好，人會酸，天會斷，伴娘愛在日本掙錢。沙夫人間操到當上當嘅平，而家也出去內地嘅照顧。一天事情過後，伴娘總算了結婚姻嘅家出所在，讓公婆相扶持嘅感情，比馬嘅就較珍貴。人在婚姻地度，乃可能馬嘅子孫自家嘅意，愛學會包容、慈善、愛情需要經營。婚姻建家係按樣，老古人言，感騎石頭，愛曉得弄。同時也從為佢無聽錯係轉機，希望佢做得啲也為糟蹋嘅菜園，尋到重新產順成長嘅機緣。什麼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